后来乡亲啊，你敢知影？骑车咧等红灯的时阵是袂当使用手机啊哦，那抓到罚1000块。来看台中这个警员真有热情，伊准备大声讲甲传单，看到骑士停红灯的时阵，想要甲手机拿出来看，伊就会去发传单，搁会用大声讲，提醒这骑士甲手机收起来。 下班时间，警员分别指挥交通，煞来行入车阵内。引擎发动者就属于驾驶行为，你不要拿手机出来用。警员大声放送，骑士真足听。那操作手音量大小声，要回讯息，通通都不可以。大家拢以为等红灯的时阵会当看手机但只要机车发动咧，就算违规，抓到罚1000块。警员无当场开罚，是提醒骑士。 手机掉在地上可以买新的，人掉在地上就可能晚7天才能回家。伊是台中工业派出所警员李冠乃，提大声讲，伫大路中大声咧宣导，有人惊一条。会惊一条吗？有点。应该是很有效啦。那是大声放送，也有准备传单。会针对他可能已经拿手机出来要用，或是说他已经有那种动作，有一些安全的疑虑，我会带这张纸条跟他讲说，你回家看一下。 这传单是用小画家画，10分钟就画好啊！派出所的人行看板，也有活动的布条拢是伊的作品。伊自备道具指挥交通，那是真趣味，嘛互人印象深刻。